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小解的主题，就是我伫眼科讲台语。人讲啊，目睭是灵魂的窗啊。咱若要认捌这个世界，咱要看到咱四周围的景色啊，拢嘛爱靠咱的目睭。现代人啊，因为生活甲学习的形态改变，拢爱真长的时间一直咧真手机啊、真电脑，也是真一寡3C 的用品啊，所以用目睭的机会啊加真济，目睭啊嘛定会疲劳，也是无爽快啊。这个时阵若较严重咧，咱就要去眼科，互医生看。那安尼，伫眼科，咱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今仔日个百工讲台语，咱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对话和句型。伫眼科，咱上接听到的对话，应该就是请你形容镜头的。你好，今仔日目睭安怎无爽快咧？咱若听到医生安尼问，一般咱就会应讲啊，我目睭肿起来啊，一摸着就会痛，无就是哎呀有沙有虫飞入来我的目睭。若是目睭肿起来，一摸着就会痛，上接拄到的情形就是生目尖啊。这是因为啊，咱用垃圾手去揉目睭啊，也是季节天气变化时，目睭啊过敏所引起的。安尼啊，医生就会开药水，也是药膏互咱，佮会反复讲啊，这目药水啊要困进前点哦，这药膏啊一工抹4摆。安尼啊，咱等于厝里就照医生的吩咐，落去点目药水，也是抹目药膏咯。另外一种情形是咱的目睭雾雾看袂清楚啊，这款情形咱就爱紧安排验光师替咱检查。检查以后，若是本底无近视的，医生就会讲啊，你近视啊哦，咱爱来看安怎处理。若咱本底就有近视的咧，医生就会讲，你度数搁增加哦，爱较注意咧。即摆眼科医生啦，咧处理近视的方法有真侪款，咱会当配一支度数会下的目镜，也是稳形目镜，嘛会当逐工点目药水，嘛会当做镭射手术。这几年啊，也开始流行一种降膜塑形的新的近视治疗方法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目睭啊，是咱接受外界的信息上重要的器官，伊啊嘛是爱陪咱一世人的哦。所以啊，咱平常时就爱好好甲爱护、甲保护，安尼啊，人生才会是彩色的啦。恁讲对唔对啊？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我目睭肿起来啊，一摸到就会痛。有沙有虫飞入来我的目睭，你度数增加哦，爱较注意咧。这目药水要困进前点，这药膏一工抹4摆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咱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会记哩，伫眼科嘛爱讲台语哦。咱后摆再会。